Hello，大家好，有我 Daisy，今日同你睇呢個係大圍銅鑼灣半山上面嘅嘉裕山啦，罕有放滿1552尺，總共係3房1套，再加個工人房，成個單位真係夠大夠實用嘅。而家業主連車位一齊去放賣嘅，單位好安靜，東向嚟嘅。咁呢個超大露台啦，仲有而家聽到外面嗰啲水嘅流水聲都好舒服。客廳嘅大門口入嚟，咁啊呢個客廳就非常之寬敞啦。咁門口入嚟呢個位置可以有一個大嘅玄關位，再入嚟呢個大客廳旁邊係一個大露台啦。嘉裕山係2007年入伙，而家嘅樓齡大概係28年左右嘅。佢就位於呢個銅鑼灣山嘅半山啦，所以嗱露台望出去景觀全部係綠油油嘅樹木啊。呢度就總共係3座分層，8座嘅獨立陽台，右手邊就係佢啲陽台嚟嘅。下邊呢個水池啦，而家聽到啲水聲啦，流水聲，非常之舒服嘅。哇，真係空間感夠晒大啊！左右兩邊都有工作台，咁我諗呢個中意煮飯嘅無論男女主人啊，都係極度中意。呢度仲有個窗咧，入邊咧係一個工人套房嚟嘅，即刻一齊嚟睇。單位業主保養得非常之好，喺呢個廚房櫥櫃非常新淨，櫥櫃非常新淨，大雪櫃、雙門器全部齊晒，可以睇得出嚟保養得可以睇得出啊，保養得很好啊！可以房連洗手間都有名，洗手間都有名。總共有3間睡房啊，全部配埋個功能專用通道風向㗎，每間房都可以擺到張睡房啊，全部廳房同向，呢個係客風向㗎，每間有明窗可以擺到張雙人大信和地產出品，呢個係客廳房，咁啊見到有明窗浴缸嚟嘅，信和地產出品儲物室啦，亦都可以放呢個熱水器嚟嘅。咁啊最後就睇呢個儲物室啦，亦都可以放呢個熱水器嚟嘅。有專線小巴，咁最後就睇呢個儲物可以坐到大圍火車站，嘉裕山都可以坐到去荃灣村巴，坐到去。最後我哋睇埋呢個5分鐘到浴室啦，樓下有6鋪晒啲咁靚嘅可以坐到荃灣嘅浴缸、淋浴區。中意行下山嘅10分鐘到大圍市區，再睇埋呢雙洗手盆嘅。你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即係區域92079，咁啊雙洗手。